谁来了？他们吃完了。啊？这有点小。我发出来那个他们在隐藏的没发出来。这男的。啊，哪里的？哪里的吧？因为你的声音大的嘛。谁叫你在这里嘛？啊？他不会的。他就这样说，哎，他这样说。这两位有点像小朋友，吃棒棒糖吗？还是什么？吃棒棒糖。有。从来是做的发达。是我请不动。这双蛋错了，又。没错吗？还有那个，其实他们面带微笑跳都。这个音乐效果可以的吧？可以了吧哈？好哦。我们专用的嘛。不是我们说的。好，开始。来放。这音质肯定有保证。变瘦了吗？应该有，肯定会变瘦一点，起码1-2斤嘛。天没来哦，没来。我在这呢，他天没来的吧？这要是要撇么位？我们自己弄的嘛，放自己的。
他们开心。